所导也。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有违天理，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否者，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？为天为大伟大啊！只有天最高大天。孔子、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 道